早晨，今朝想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不被情緒左右的28個練習》，日本精神科醫師西多昌規所寫嘅。嗱，你有冇試過明明知道唔應該咁在意，但係咧又控制唔到自己喎？嗱，例如 WhatsApp 一句說話，同事一個眼神，成個人咧就開始好唔舒服啦。嗱，我自己都會咁樣試過咧，因為一個已讀不回嘅 message 咧，就諗足成日。嗱，其實情緒呢樣嘢咧就唔係敵人，問題係我哋冇學過點樣同佢相處。嗱，今日咧就一齊睇下點樣可以做翻自己情緒嘅主人。咁首先講明咧，呢本書就唔係叫你唔好有情緒。嗱，作者就講得好清楚，情緒係冇辦法消失嘅。嗱，佢想教我哋嘅咧就係點樣理解自己、包容自己，然後將負面嘅感覺轉化成為向前行嘅力量。嗱，點解而家嘅人情緒起伏會咁大呢？佢就話主要來源就係資訊嘅壓力。成日會睇手機啊，睇新聞啊，個腦不停係咁轉，所以佢就設計咗28個練習，分成3大類，分別係改變習慣、溝通技巧、生活調整。嗱，每一個咧都好具體，就唔係得個講字噶喎。嗱，而家咧我就揀5個比較實用嘅練習同大家分享。練習1。提高身心嘅柔軟度。嗱，講白咗咧，就係學會轉念。嗱，好多時候我哋就會覺得我做唔到，我係一個失敗者。但係其實咧，就可以換個角度諗成呢次係學習嘅機會。嗱，聽落去就好老土，咁但係佢 work 噶嘛。嗱，作者就建議每日用5分鐘記低自己點樣成功轉念。例如今日 deadline 做唔切啲嘢，你可以話我學識咗點樣可以更加早開始準備。嗱，慢慢咧你就會發現自己咧就越嚟越有彈性。嗱，呢個唔係話教你自欺欺人，其實係訓練緊你自己個腦睇到更加多嘅可能性。練習2，俾壓力去設定體驗嘅期限。嗱，當你有煩惱，用紙寫低佢，然後咧就寫埋要煩幾耐喎。嗱，例如我會煩到聽日夜晚10點。嗱，咁呢段時間裏面你就可能會好焦慮啦，好煩惱，但係冇問題噶。到咗 deadline 嘅時候咧，你就要有意識咁樣提醒自己，time's up，時間到，可以將啲紙咧搣咗佢，掉咗佢。點解要咁做呢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嘅煩惱係無休止嘅。嗱，俾一個期限佢，反而咧就更加容易可以放下。嗱，每次就大約10分鐘左右，咁個效果都幾明顯嘅。練習3，寬容多元化，即係學識接受唔同嘅人呢，就有唔同嘅諗法。嗱，當你同人傾偈嘅時候，如果覺得對方諗嘅方法好奇怪，試下咧先問下佢點解會咁樣諗。嗱，多啲了解人哋嘅立場，而唔係即刻去做批判。嗱，我試過以前同屋企人鬧交，因為佢哋唔明白我點解咁辛苦。嗱，後嚟我試下問佢哋點解會咁樣講，原來佢哋係因為擔心我。嗱，呢個習慣咧可以大大減少你嘅怒氣同埋比較心。嗱，每次溝通之後用幾分鐘諗一諗，你會發現自己嘅心情咧可以輕鬆好多嘅。練習4，微笑面對困難。嗱，當你遇到問題嘅時候，深呼吸一下，然後同自己講要保持微笑。嗱，點解呢？因為呢個動作可以令你個腦同身體同時放鬆，嗱，更加容易可以面對現實，接受眼前嘅困境。嗱，我試過塞車嗰陣咧，就本來好嬲、好唔耐煩嘅，但係微笑之後咧，就突然間覺得算啦，反正都係咁。作者咧就建議試下統計一下自己用微笑應對困難嘅次數，
寫低你當下嘅感受，你會發現慢慢就會越嚟越自然噶啦。練習5，承認自己放唔低。嗱，好多人以為要堅強，所以咧就唔肯承認自己仲有一啲嘢係放唔低。但係作者咧就話，其實勇敢面對自己嘅放唔低咧，反而更加容易釋懷喎。嗱，你可以將呢啲情緒寫低，或者揾個信得過嘅人去傾訴。嗱，每個星期檢視一下自己，睇下有冇啲乜嘢變化。嗱，呢個過程啊，可能需要長啲嘅時間嘅，但係千祈唔好責備自己，慢慢嚟咧就得噶啦。原來啊，承認自己脆弱，先至係真正嘅勇敢。一口氣講咗幾個練習，咁點樣開始呢？嗱，我建議大家唔好一次過做晒書裏面嗰28個練習。揀一兩個最適合自己嘅，慢慢將佢融入生活。返工壓力大嘅朋友呢，可以試下俾壓力設定期限。嗱，如果成日同人嗌交嘅話呢，你就可以試下寬容多元化。嗱，每日用5到10分鐘做下練習，堅持2個星期，你就會慢慢感受到有咩分別。嗱，記住情緒管理呢，就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係需要每日去練習、去累積嘅。嗱，當你越嚟越純熟，你會發現自己嘅心越嚟越平靜，生活嘅控制權呢，慢慢就翻嚟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呢本書可以為你帶嚟啟發。不被情緒左右的28個練習，呢本書呢，就提醒咗我哋，情緒唔係敵人。只要我哋肯花時間去了解、轉化，生命就可以活得更加自在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練習，一齊做好情緒嘅主人。我哋下次見啦！多謝你嘅收聽，唔好忘記按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咁先可以好容易揾得返我哋。下次見。